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7号夜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联赛。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263个本土病例，另外有一个8个外国婴儿是一个重症案例，是目前国内上届细汉的重症患者。提到开始便利超商顶8大通路会当买到快筛试剂，可能是较贵关系，民众较少来去买。受到国际饲料价格加悬影响，连锁鸡排店宣布要价格有调整，一底鸡排要起到80块。讲到咱国内疫情已经是连续3天拢超过4万例了，亲像今仔日就来到4,263个本土病例，12个人死亡，其中新北市犹原是上届严重的，有14000多例。另外，伫今仔日也有71个中重症患者，这中重症患者内面呢，有一个是8个月大婴儿，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是目前上届细汉的重症个案。另外，外界关心的 BNT 疫苗件透早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了，这批疫苗会大先予12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各有疫苗送来台湾，咱国今年头一批采购大人做的 BNT 疫苗，有185万7960人，采购透早送到桃园机场。这批的期限是到今年10月初4，咱完成通关的手续，经过防签检验了后，会优先提供予12岁至17岁青少年做第3档的追加射，也若大人无分第几档拢会当做。我们用来打这前面那2剂打的是 BNT 的追加剂的第3剂，所以这2天我们会发出意愿给教育部单位，请他们开始收集这个意愿。疫苗送来台湾，会当提供予民众更较侪保护力，因为新冠本土疫情持续伫咧压悬。采购新增加4,263例本土病例，有7个县市病例数超过9000例，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14179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7000多例，桃园市6000多例。但市长表示，疫情还持续伫咧滚价，而且还未看到高峰，可能是拄着休困日的关系，爱搁观察2天啊。这2天都刚好是有母亲节，有礼拜6，我想这有点是放假的一个效应，那还是一样，可能要看个2天才能够确定这样的疫情的情况。另外，中重症嘛有新增加71例，包括12例死亡，年岁是伫50多岁至90多岁，其中有11例有慢性病病史，有3例无做过疫苗。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内底有一个8个月的查某婴儿，感染了后出现救紧的现象。目前还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持续抽搐以及低血压的一个情形住在加护病房当中那为了稳定他的生命迹象呢，也就有插管接呼吸器来先予稳定他的这些呼吸、心跳的这些状况。另外，金管会要求受险业者以所谓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来取代诊断证明书，加做理赔经济。不过业者煞是无法度接受，烦恼讲相关的证明无够，所以指挥中心宣布。作为新冠病毒健康证明的系统，会新增加显示身份证号码等等的资料，按算7早起8点会完成更新的版本。民众会当用电脑或者是手机直接伫网络顶申请甲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当咧严重，卫福部也预告讲，这5月中到月底是上届严重时阵，宣布讲对这70开始，双北家人桃园急性一般病床有500床以上的病院，一礼拜以内就要设30%的专责病房，要用来治疗重症患者。一台救护车开入病院，医护人员也轻装备随时待命。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升悬，根据卫福部列算，5月中到月底，国内将出现疫情高峰，所以宣布7起，双北家人桃园急症一般病床500床以上的病院，一礼拜内开设30%专责病房，专力救治重症患者。如果每日10万人确诊然后如果又平均要每位住院5天的话，那我们估计大概需要15000床。以这样来评估的话那目前逐步先针对这个个案数比较多的北部这边北基桃这边来要求，那还没有去要求到全国的医院都要开设到30%。根据卫福部公告，除了北北基桃急症一般病床500床以上的病院，需要开立30%专责病房。新竹苗栗甲台中也爱20%，其他县市是以核定专责病房方式，佫需要第3天来完成。因为为1月初1到今，本土确诊病例数已经来到33万多例，也毋过因为欧盟控疫情是轻症化，医界就呼吁除了加开专责病房，当然国内选择强震的时阵，社区也会当进行地处照护。各级病院、基层诊所当然袂当结外化，大家拢爱同齐面对。从4月初开始，
专责病房区满了就开，开了就满，满了再开，基本上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营运模式哈。对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对全国的防疫来讲，它也不是一个好方法。中症跟重症的病人都往医院挤，这是 OK 的。可是如果连轻症做 PCR 开诊断书没有症状的，全部都往我们大型医院挤，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10个星光医院跟台大医院都不够被挤了。今天会有疾病染上 Omicron 的，不会只有在大型医院，中小型医院也会遇到这个状况。也有国内儿童专接病床的数量敢有够。指挥中心表示，儿童无一定爱住儿童专接病房，若是中重症也会当住伫一般专接病房，保证有缘的继续盘点儿童中重症的收治进度。有计伫11拜3来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安怎运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快台汽车是正奥买，经济部有协调便利超商等，这行业的计共有8个通路。对今仔日，也就是5月初9开始，伫疫情较严重的台北家人桃园开始卖。不过，这快台汽车一支是爱卖到180块，台北民众就变甲无遐济咯。要180。一早起到药妆店买快台汽车，业者一开门免排队就买到啊！民众认为方便上重要。他会不会觉得这个比较贵一点？但是觉得没关系。也还好呗，对啊，时间的问题啦。我觉得这样还蛮方便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些自费的一些东西，可以让一些上班族可以省去一些时间的话，我觉得这样也是还算蛮便民的啦。谢谢哦。经过经济部协调，8大通路其中的屈臣氏，初9就伫专台门市提供14000份的阿肥快台汽车，全联超市嘛伫湘北家人甲桃园4馆市，领有药商执照的门市来贩卖，逐间店50组，到现场买的民众有的嘛是看到免排队买菜就迅速买。4大超商嘛同步贩卖，不过一人限订1组，价钱嘛较悬，所以人无亲像徛名济药局排队排甲落长。每天都分单号双号，一个药局只有几十个号码，我怎么排得到？就找这种比较贵的才买得到啊。有民众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嘛有民众讲进前有对礼拜药局，但是公司要求爱逐工体检，根本无够用，所以加减买。嘛有店员表示，本地会惊讲像药局遐尼无用，佮挑工规划号码牌甲动线，想袂到讲竟然无出现手白白的人潮。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讲到即马，全台湾这快台汽车拢伫咧欠货，地方政府也希望中央就要赶紧拨落来。指挥中心表示，经过各县市评估甲汇报了后，5月初6已经通知地方政府配送的地点。不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中央虽然有答应讲要拨这快台汽车给地方，不过这速度却是袂符需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这快台汽车是愈做愈好，而且价钱也爱较俗咧。黄珊珊是在台北市第2个车来扫 PCR 采检站预定点，就伫木栅机场停车场。因应疫情较严重，未来若做有需要，中正纪念堂原来是选项。除了这以外，台北市也新加开儿童防疫门诊，就是儿童办 A 特色通道。18岁以下有发烧也是接触确诊者的条件，家长原来当做伙预约 PCR。疫情上摆上严重，中央甲台北市政府阁因为快台车分配空中对抢，因为中央申请的快台车也未摕到，不过指挥中心强调，快台车会伫初9至13分3批配送。通过这个联系，台北市他们回报说，在5月9号、5月11号跟5月13号，那要分别配送30万、23.5万跟19.5万剂哈。那我们大概就是依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配送。中央有发文来，5月6号发文来说，他要给我们73万500剂，他会分几天配发，那目前也还没有到。黄珊珊是讲，中央配送的快台车用伫公费对象，不是一般的民众。不过，既然政府定用快台车，就应该赶紧让市民摕到。那是市议员林文杰质疑，台北市刚刚用53万买快台。黄珊珊是讲，截至初6拢总买2014677份，金额1.93亿。工程会有一个记录说，台北市绝标金额只有53万。我刚刚强调，
台北市绝标的就1亿9千万。对于中央12开始快筛用度算较紧，敢若限伫期间隔离自主防疫期间检疫。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这个决策会当较早开始的，方便医疗应变。也希望快筛阳视同确诊的做法，中央要快速的把整个配套措施做好，随时可以立即启动。针对快筛试剂无共，侯友宜讲，新北已经家己购买200万份快筛，中央原来陆续有配送快筛，不过也是呼吁中央严重的所在，希望做法无共。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有公布新的停课标准，对昨开始施行。不过台中说是要照这个旧制度来行。那这恢复上课的这个方式咧，目前遵照停课3天的有台北、双北、台中。那桃园、台南、高雄表示，伫咧测试进前是行旧制度的，就会甲行较线，转换期间暂时袂变动。教育部初次公布停课新标准，以确诊个案为核心，各高中取消全班性暂停实体课程。若是学校乱吵吵，学生家长搁迄对满满的专有名词不傻傻。我目前是很混乱，因为要等到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说，我今天是什么样的制度。可是新闻又是短暂的啊，你也要有空去看才知道。中央要求7月开始，只要有确诊个案，前2天来到学校上课。国小甲幼儿园全班师生暂停实体课程3天。高中甲高中是确诊者聚会，求强隔来同学实施3天防疫假。不过台中市保管求强隔决定，高中以下高级学校统一暂停实体课3天。有学生表示支持，不过有老师认为，各高中老师爱跨班教学，会发生复杂的代课问题。我觉得全班停比较好，因为在班上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只坐在位置上，所以还是可能会互相染疫。假设我是历史老师，我可能会有10几个班都是我的课程，这样的情形班级会越来越多。这老师的那个请假，就他跟着班级一起放假这个部分的话呢，就会比较造成客户上困扰。六都的户口标准也无同，台北、新北、台中拢采用中央新制规定初9起户口，也毋过保留弹性措施。桃园、台南、高雄市府拢表明，新旧制转换期间无第二做，初期进前宣布停课7天的班级会当无提前户口。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各学校停课规定持开放态度。那至于学校可以是实际的情况跟学生的教育权里面做相关的一个停课的规定。那这当中没有对错好坏的问题，中央跟地方都在为了防疫而努力。教育部也表示，若地方政府采取无共措施，需要甲教育部应变小组研商。不过台中市府并无正面回答，敢是要甲中央讨论，并对教育停户口新制，互相拢无将会公示，保留修正空间。不过伤脑筋的也是家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代替这5月7日劳动节当天是无火车，说来当到就是5日节连假咯。若准公司化草案无共识，工会也会伫咧5日节当天要来休困，无要上班。到时阵交通部敢会用这个巴士来代替火车咧？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这类火车未来会当当作是有利方案，上好是莫摕来用着。不过王国材也强调，交通部、劳动部代替局以及着代替工会拜5就开会协商，而且是头一届对外公开用直配方式，希望会当达成初步共识。6月2号开始的端午疏运期间呢，其实现在订票率不高了，大概只有3%-5%左右。高铁伫5月7日已经提出5日节疏运方案，规划加开39班列车。不过代替一直无提出5日节应变计划。立委质疑5日节连假代替全面停开这个戏出，是不是搁上演？未来类火车可能变作真事常。是不是会再搬出类火车？这个礼拜5，我会跟工会所有的工会，然后用公开媒体的方式再做一个讨论。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差距把它缩小。国道客运受到疫情冲击，国光统联首都这业者想要停开部分了钱严重的路线。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约客运业者5月17开会讨论。过去他代管的上限是5亿，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到10亿了哈。我在下个礼拜会开一个所有公路国道客运的业者来开会哈。负责第一线交通任务大众运输邮政人员一直传出感染的事件，快筛1份难求。王国材是讲已经甲卫福部申请10万份。
提供的快筛是以给地方政府为主，那尤其是在做居隔居检的一个措施，还是希望说这个他们来闻之后，那针对这个来说明清楚，那我们会依照需求再酌予补助。统计大众运输工具3支疫苗注射率代替82%，高替98%，国土客运91%，代替上少较无9成，代替9个月前拢总5个司机员确诊，4个隔离，人力欠缺，恐惊面临减班。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下晡，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1的地震，部分地区的民众受感受到讲这地震是真摇，加在是无发生在前。气象局这地震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今年的地震确实有较接，不过这届地震离咱有较远，造成的灾害就较低。天崩的电火是一直海来海去。5月初到下晡2点20分左右，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1的地震，连续摇超过30秒。南部地区的民众感受是真深。气象局判断，这届地震发生伫咧瓦东平海底瓦工地形的边缘，加在离较远，目前无传出灾情。这个地震规模6.1的这个地震呢，已经是今年的第5个规模超过6的地震。整体来说啦，今年的地震确实是比较频繁一些了哈，因为它距离比较远，所以对台湾地区陆地上的造成的灾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一点。这个所在真正发生地震，每一年都有一届规模超过5.5的地震，也若超过规模6的地震，差不多是2-3年发生一届。地震中心的主任陈国昌认为讲，未来5天内可能会阁发生几啊届规模4至5的地震尾，也若规模5以上的可能性较低。这个地震跟323的规模6.7的那个地震它是没有相关的啦。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所谓的背景地震的一部分，就是说它固定时间，当然没有到那么固定但是它大概每隔一些时间它就会发生。这届地震虽然有离较远，不过因为规模无小，深度嘛无深，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包括宜兰县、花莲县、新北市、台北市、台东县的震度拢有到3级，其中台北市是以信义、内湖、南港、甲大安区的感受是上深。针对这点，陈国昌表示，因为信义区的观测站有长子效应，也就是有受到瓦工地形的影响，所以较大的地震，伫台北盆地清在测到比一般的观测站还佫较大的震度，所以这个情形并不是头一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传出讲有民众伫咧便利商店买快筛试剂，现买现做，所验出这快筛阳性，就甲即款物件撇伫咧超商的垃圾桶，造成民众惊吓。另外，伫高雄也有一间公司叫员工无代志就卖做快筛，是因为确诊了后爱苦力会造成众人麻烦，甚至公司的主管阁威胁讲，这快筛阳性就爱家己负责，阁用薪水做威胁，有影是真实的。每工上班的确诊，好亲像无细字就会着，民众着去买快筛来确认家己是毋是有会着。屏东传出有民众直接伫超商来做快筛，做完了后无方法，就等入去超商的粪扫桶。现场看到的人捡起来看，发现这个快筛竟然是阳性，互众人真着惊。应将使用过之采检器材，用塑胶袋密封包好，一并携带至社区采检院所。该名男子已涉及违反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屏东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抓出查证事实，民众爱罚至少5万。有人做完快筛乌白蛋，也有人互人要求袂使快筛。高雄一间供电公司今日员工若是快筛确诊了后，除了家己爱隔离，宿舍共房间的人嘛拢爱居家隔离，要求员工莫主动快筛，安尼无验出阳性，家己爱负责，佫无薪水。如果有出现相关的症状，那必须要让他赶快去诊所就医，然后取得快筛试剂。那如果检验阳性的话，就进入诊断疑似个案的一个流程，到医院 PCR。高雄市政府警告，不管用可能还是危险，业者若是对员工的健康有所闪避还是妨碍，拢会依法处分。目前各地陆续有企业传出规定销毁。运行目镜大厂正式公函，都互人指控记载感染的移工甲健康的移工做伙大，地属上百移工互相销毁，通知政府赶紧介入了解。人员的调整上面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的一个做调整。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协助他找到一个安置的一个地点。
统陆续有大厂互人投诉移工确诊的管理问题，劳动局回应，目前移工确诊以就地隔离为原则，就现有宿舍隔开确诊者甲非确诊者。不过移工宿舍大部分共用护老间，分流的难度较悬。若是换大宿场所分流，会有移工无愿意搬迁，所以会尽力协助移出，互宿舍降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这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3天拢超过4万例啊！伫前线一个医生就建议中政府口服的抗病毒药啊，就要赶紧增加，上无爱订100万份以上。若无这6月这疫情是严重，可能会无够用。另外，也医生提醒讲，便利较歹民众上好伫咧染病初期，就互因来使用这抗病毒的药物，减少恶化可能性。指挥中心顶日宣布，唔免考虑隔离共职场工作者，互医护烦恼，职场关注风险将搁较悬，造成医疗量能面临崩盘。第一线医师为目前疫情发展来量算，5月底，台至少有30万人确诊，因过台湾只准备70万份的抗病毒药物，恐惊严重不足。若有抗病毒药品的不足，重症个案将会增加，医疗的量能将会受到挑战，尤其是慢2个星期才到达高峰的中南部县市。将会更严重。即马各级医疗院所拢可能拄到确诊者求诊，都医师提出，针对像免疫机能无好的确诊者，应该伫还未恶化先动静进前，用早互抗病毒药剂降低恶化可能。慢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洗肾的病人，那些高风险，然后他轻症的时候刚刚得到，我们让他吃这个药，他就不会变重症，不会住院，不会死亡。所以这个药一定要及早使用。指挥中心已经配发抗病毒口服药到各县市核心药局，爱由确诊者亲友摕药单甲相关证明带领，是等药师清送。不过药局也烦恼，万一确诊者搁增加送药，会增加药师负担。另外，医师也提出开药单的困难所在。他希望医生是单独的处方释出，问题是我们习惯说现成的药有，我们就知道效果好，那我们就开了。那这个药要释出，那我头一天会开2个方子。那在健保规定上是不行的，你一天开2个方子，他就把你删掉。为了应对一直增加的确诊者，指挥中心准备扩大配发抗病毒口服药。不过因为这种药5公分计销都要2万，都医师烦恼诊所保管高价药品的风险，希望以每区也是每乡镇指定一间卫生药局，让确诊者会当方便处理药物。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大选今日开始，这回要选总统、国会机关也有地方首长。进前的民调显示，前菲律宾独裁总统的后生小马可仕支持率是真悬，且这个初步结果呢，按算伫咧7透早就会当出来了。投票所外口，民众排队让手腕的温度了后入场，领一张大大的选票。这个选举除了选总统，该选300多名国会议员，加各地地方首长。Sana po, pagpalitan naman ng magandang serbisyo nila. Lahat po sila yung napili ko. Sana po lahat yun makasama. 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小马可仕嘛，登去家乡巴塔克投票，路上有真侪选民甲媒体对调调。伊的副手即卖总统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嘛伫咧大卧室投票。佮伫咧投票了后，受到民众要求伫咧桌顶签名做纪念。这届选民有6700万人，为了防止因为防疫耽误投票的时间，投票所的开放时间比2019年中间选举佮加1点钟，为台湾时间透早6点到暗时7点为止，拢总13点钟。根据选举进前的民调显示，即马10名候选人内底，以前独裁总统马可仕的囝小马可仕的支持率上悬，支持率达到56%。离民调第2名现任副总统罗贝多的支持率是拢伫20%左右。Sana yung mga taong boboto, hindi ka nabili, hindi ka nabigyan. Talagang bumoto ka dahil nakita mo yung taong karapat-dapat na umaupo. 菲律宾的每一届大选，选民的投票率拢超过8成。为了避免出现扰乱投票的状况，就万员警甲军人拢分配去投票所外口戒备。伫投票时间结束了后，投票所会马上开票。初步结果如果7:10的翻点就会出来，最后结果上尾后会伫6月3进行公布。
若是小马可是真正赢了，会是马可是家族36党内重新搁坐转来总统大位。离新的总统如果6月30就职，爱做6党，1年了后嘛要处理受到疫情打击的经济问题，甲现任总统杜特地实施镇压、严格禁止卖毒品的后续问题。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已经做5年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今仔日落任，早起伫青瓦台发表落任演说，呼吁着爱恢复南北韩的地位。下晡的时阵，也会见到新加坡总统加中国国家副主席。暗时6点的时阵离开青瓦台。南韩总统文在寅甲伊夫人金正淑女士，车到透早去首尔国立宪中院，悼念为国牺牲的先烈，接着阁去孝昌公园，甲对独立有功的英雄参拜。10点伫青瓦台发表卸任的演说。文在寅讲，打就任的时阵，朝鲜半岛面临北韩核子试验，还阁发射洲际导弹等等的危机。伊透过各种外交的方式来直接，把危机转变做是对话，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甲稳定带来希望。然而最近北韩真接试射飞弹，双边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文在寅强调讲，伊相信希望南北会当恢复对话。 평화는 우리에게 생존의 조건이고 번영의 조건입니다. 남북 간의 대화 재개와 함께 비핵화와 평화의 제도화를 위한 노력이 지속되길 간절히 바랍니다. 文在寅下晡还阁安排2个上尾的外交行程，是会见毛出席新总统以色列就职仪式的新加坡总统哈利马雅各布，还阁有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这是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头一届拜访别的国家，嘛是继9年外了后，搁一届派高层的官员出席韩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另外，日本首相菅田文雄嘛派外务大臣林芳正去首尔，甲以色列会面，转交伊亲笔写的批。这是日本外务大臣继4年了后。 搁一届去韓國訪問。この今、国際社会、国際秩序の根幹が揺らぐ、揺らぎかねない、こうした事態を前にして、改めて日韓、あるいは日米韓のこの協力の重要性を強く感じております。 也那文在寅暗时6點，在青瓦台職員的陪同之下，為正門離開。明仔參加新總統的就職儀式了後，就會甲因牽手倒轉去在南部慶尚南道牛山市因的徛家。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香港第一站舉行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也就是前政務司長李家超，以99.2%的得票率當選。李家超強調，一國兩制是由香港人來治理香港人。不過，伊捌在2019年的時陣鎮壓反送中運動，有一寡香港民眾表示對新政府已經無任何期待。 以握手取代握手，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伫当选基德港随即甲现任特首林鄭月娥會面，2人會後共同舉行記者會。林鄭答應將全力協助交接工作。李家超是典型謙卑態度，連續7擺感謝林鄭配合。We talked about a number of major tasks to be accomplished in the coming weeks of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proposed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package. 香港禮拜二舉行特首選舉，當局欽點的為候選人李家超佇出席投票的1428名選委中，得到1416票的支持，另外有8個人投反對票，4票廢票，得票率是達到99.2%。不過香港民眾經過爭取普選失敗了後，對這擺選舉大多數都冇感覺，也冇啥物唔滿。 特首選舉，我覺得基本上其實都唔係好關我哋呢啲市井市民嘅事咯。因為其實我個了解好似佢嘅即係投得票嘅人，好似都只係得千幾個咁，其實係變相有700幾萬都係投唔到票，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就算係有啲咩嘅嘢，其實都唔好關我哋事咯，因為我哋都冇得投咁樣咯。可能佢推行啲政策上面會更加強硬咯，係啦，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啦。 所以我哋只可以去迎合咯，因為我哋冇乜能力，可能走唔到嘅，咁咪去迎合咯。64歲李家超因為佇境內表現真好，驚破大案，一路為警務處保安局晉升到政務司長。伊佇2014年互選革命，2019年反送中動亂事件，採取強硬鎮壓手段，得到北京當局欣賞，進一步向提拔做香港頭一位警界出身的特首。公司新聞張慧敏編譯。
今年的5月初9是自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罗西亚伫咧秘书区举行庆祝二战胜利77周年阅兵仪式。因为总统普京发表谈话，是无讲到什么款重要物件，干那表示讲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正确的决定。也因为天气伤过歹，阅兵的部分取消军机进场，其他地面部队是照常阅兵。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典礼按照惯例由国乐队带头，后壁对陆海军3军加军事学校组成的队伍，依照顺序通过阅兵台，用几60年拢同款的模式向总统普京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观礼台顶有各个驻俄使节加代表团，普京的身边并无任何其他国家领袖，甲普京上巴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嘛无出现。英国学者分析指出，在乌克兰战局无解决、东西方关系紧张的时阵，这种现象代表俄罗斯在国际更加孤立。This year,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re will be a big parade as normal. However, there will be no international presence. So this emphasizes the isolation. 因为天气的因素，往年拢会有军机空中分裂式，今年全部取消。不过，进前的全兵力义演也是有受到外界关心的重点。首先，就是真少伫国际媒体出现的伊留申 IL-8是除了总统出访的专机以外，专门提供国家元首伫疫情危机的时阵由空中指挥核武战略部队的专机。另外，由8台米格35战机排列做 Z 字形通过阅兵会场的天顶，这是原定计划之一。俄罗斯展开对乌克兰的攻势，不少军用车车身拢有白色 Z 字样，马头人改图是要打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为泽伦斯基英语姓头一字就是 Z， 虽上这是俄罗斯语罗马拼音，原来意思是为着胜利，原本也互人误会是胜利的字母 V， 俄罗斯语原意是真理的力量。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罗西亚和乌克兰已经战超过2个月啊，这死伤是真严重。罗西亚军队车飞去攻击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的一间学校，当地州长也指出讲，这内边还有60个人去还未去互救出来。另外，伫马里坡的工地厂，这罗西亚这乌克兰的阿兵哥是继续伫咧烧战，因唔愿投降。不过有军队高层也出面问讲，会当协助这寡阿兵哥来撤离这个工地厂。看画面顶悬，会使讲是规个长里倒壁，头前还有建筑物咧倒火。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有一间学校启用俄军伏击，会当看到学校建筑物拢规个歹去。当地州长证实讲，苏当时有90个人伫咧学校内底围着，煞去互爆弹攻击了后，学校规个拢倒火，敢若有30个人对内底走出来。Авіабомба потрапила в школу. На жаль, вона повністю зруйнована, і зараз працівники ДСНС будуть розбирати завали. Там було 60 люде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这场的悲剧，并且直接讲，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过一日史上上介济的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伊直接对这表示讲真惊吓，并且强调讲挑工攻击兵民，还有民用基础设施会来构成战争罪。英国会确保普丁政府个爱来承担这个责任。也那马尼坡的亚速钢铁厂，还有真侪乌克兰的士兵煞咧抵抗。不过俄军因拍甲真凶，情况是愈来愈歹。Негайно, терміново потрібно вжити заходів, і я закликаю там світову спільноту, там ООН, Генсека та продовжують виконувати свій обов'язок. Їх потрібно евакуйовувати, їм потрібно надати нормальні умови, їм потрібно надати нормальне належне лікування, на яке вони заслуговують. 另外，南方港市奥德萨嘛起互3粒飞弹击掉，其中有1粒起互防空系统甲砸落来，不过另外2粒去击掉主体区。俄罗斯国防部还佫讲，俄军的伊斯坦德飞弹伫哈尔科夫附近有去击掉美国甲欧洲提供的装备。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到最近这鸡肉、猪肉的价销一直在起，农委会表示讲，因为饲料价销就占了这养殖成本的60%，特别是番麦价销自从疫情爆发了后，到今已经是起1倍咯。加上战争极端气候影响，这价销冲起来要落是真困难。亲像咱国内连锁的煎鸡排业者也讲，要价销做一个调整，一块鸡排可能要起到80块了。鸡肉先落稳大成搅好的米粉，再搁落鼎煎，外口皮才会酥，内底肉才会软沁沁。鸡排连锁专卖店派克鸡排伫营店，鸡排一块起5块，价销一个手是起超过7%。我们现在价钱调整喽，现在2片150元。伫营店的头家真无奈讲，因为鸡排价销大起，成本即嘛愈来愈悬。伫营店敢若加起5块，其实有其他的连锁店价销是起愈凶，一块鸡排原本70块，直接起到80，是已经起超过1成。去年12月那时候，鸡肉差不多1公斤差不多在80左右，然后涨到现在已经1公斤130左右。3月前都是卖1片70块，然后总公司就是最后统一的价格是75块。有些地区可能它的人事成本，然后租金比较高的话，可以再微调到卖到80块。根据农委会表示，国际米切的价销直起去，国内饲料是以番麦甲黄豆为主，毋但供货无稳定，价销嘛是愈来愈悬。尤其是番麦，从109年到今是已经起超过100%，连带饲猪甲饲鸡的成本是压悬袂少。整个畜产的生产成本，饲料这部分就占了60%，一直加成上去。即使我有回跌，可能也是少量回跌啦。短期内是回不去的。农委会预估，即马国际饲料的价销大起，今年猪肉甲鸡肉的价销曲价嘛持续跌落去。农委会鼓励国内畜产业会当以加好幼幼的糙米，或者是较无遐尔水分拍落来的番薯来代替进口的饲料，遐两的价销无像抑阁真悬，是属于市场的机制。不过鸡卵的供应若是有稳定，价销嘛是豆豆会阁落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消保处最近调查这市面上的税厝契约，发现超过3成业者拢是伫咧用旧型的契约，这内容是对厝较不利的。消保会也要来提醒讲，这个民众呢，就要特别注意，也希望讲这中人呢，就要另外来注心，才袂来违法。马岛顶的税厝契约，新版本的契约方面会写主体租赁契约，国内进步的公告字号分字。以前的版本是写房屋租赁契约，嘛无公告字号。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新旧契约的条文差真多。消保处甲内政部地政司各地地政局各种调查专台120间店头，发现有3社外国咧卖旧版的契约。真正的契约条款内容，还是要逐点比对我们的应记载事项是不是跟契约条款内容是一致的。消费者自备契约去跟房东签约，这样对权益会比较有保障。如果他今天还是用旧版的，基本上他旧版的规定里面违反我们现行的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好，那如果这个房东他还是依据旧版的契约书在要求的时候，我们房客呢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检举。消保处表示，旧版契约伫押金、税金责任、违反契约责任等方面，有对厝卡较不利的条文。目前呼吁业者主动回收甲落价。落尾要求地方政府加强调查店头甲印刷业者，若是经过几摆查核拢无改善，上悬会使罚甲150万。宣导完之后，那请你改正，你不改正，那依照消保法规定，就是可以做处罚的一个情况。这个礼拜我们就会开会，然后呢，希望到下个就是5月底之前，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处理完毕。真侪学生到外地税厝读册，消保处表示会甲教育部合作，由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对学生宣传新版契约的重要性，保障学生税厝的权益。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科技部为着要推动这太空科技，得到屏东旭海村的同意了后，伫咧当地设一个火箭发射场。不过，却传出讲国防部的中科院团队要来到这所在安营看演训，说违反着科技部加机密的协议。中科院表示讲，事情全部清楚内容，目前也已经离开啊。连续拄到天气甲航电飞控系统异常，阳明交通大厦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最后决定延后发射计划，也毋过了后，所有中科院人员正伫位于屏东旭海村的科技部火箭发射场执行，也出动党机征地，引起当地民众质疑违反科技部约束，禁止军方伫遮演训。是中科院在那边搭棚子，可能要演测吧，要做演测了。没有经过部落的同意，不能借给别的单位去使用，尤其是军方了。
中科院回应表示，因为最近附近的军方管制区有火炮演习，部分前往观测的中科院人员无清楚这个区域已经违规科技部火箭发射使用，而且怎样引起误会。知影了后，随特殊甲复原场地，高级派专人向武田乡公所甲乡民说明。科技部长吴正中伫立法院闭询时证实，中科院事先并无通知科技部。那么现在旭海这边同意我们做的时候，既然中科院这边可以无视相关的状态。好规定就直接进场去使用哈，我觉得这部分一定要追究哈。我有机会跟其他部会相关的同仁来讲解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这一个指引需要改，需要精进。如果有人违规，他该怎么处置？有没有罚则？程序是什么？撤销他未来的资格都没有规定。科技部虚心受教。好。另外，负责管理这个发射场的国家太空中心也传出4个人着病，其中也包括被叫做火箭阿伯的中心主任吴宗信。吴宗信表示，因4位确诊者火箭计划发射期间拢有在场，目前团队健康拢也袂歹，拢伫厝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时过要大出，不过上届惊的就是掉贼头。东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有研发一套电子围篱系统，帮助农民来掠贼头。有先生去年才互偷摕500粒西瓜，三人拢是选伫3更半暝啊开卡车来偷。为了避免国去互偷摸，伊只好甲太太困伫西瓜田。亲戚朋友拢笑因阿某是流浪汉。他说没有之前都没有被小偷偷过啊，不知道啊，偷一次才知道。全年损失300颗，平均要估到15万左右。实际上，毋但有先生西瓜红头，花莲真侪龟仔农拢有类似经验，所以东华大学联管中心甲几位学生开始研究安怎用电子围闸甲手机连锁方式防毒。光闸触发之后，提醒西瓜田的主人就注意到要检查监视器的状况。我们还会做电源的保护系统，就是如果电源被切断，可能摄影机看不到了，但是我的那个警报器会告诉那个西瓜田的主人或是警察。不过，花莲的西瓜田多数拢伫偏僻河槽顶，要安怎克服用电甲发送信号，才做一大难题。网络通讯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很感谢这个中华电信架设了一个市居的这个行动通讯的一个网络。在电力的部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个土地哈，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台电的馈线在这个附近。好，所以我们是采用了这个独立型的这个太阳光电的系统。东华大学联管中心强调，因应农业人力不足，这套系统也会当用伫其他农业甲畜牧业，因为是要帮助农民，所以介绍也亲民，互农民唔免困伫田底，也是研究苏生上大心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雾峰的光复新村最近这几年规划做青创基地，不过文书团体认为讲，也佫欠缺一个故事馆来强化文化意义。另外，台南市文化局公告第6个历史街区范围有包含安平甲群新等等，业者也会当去到遐做民宿。几排青翠的树仔配老厝，台中雾峰的光复新村是啥袂少少年人来遮完成因创业的梦想。比较慢步调了，因为绿色的部分很多，然后有很多大树，然后其实老建筑跟老东西会让人家很有，就是有温度感。伫另外一个街区是国际 NGO 中心，也那另外一个所在是原住民的新创聚落。虽然多元的文化进驻伫遮，看落是活化遮的旧厝甲旧社区，不过当地文书团体表示，外来文化看落虽然是百花招开，不过欠缺光复新村本身文化的主题。没有一个整体计划，而只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发展，好，那对整个光复新村的发展其实是相当可惜的。很多资源、多内容，它其实不是可以靠用这样的结果来决定。吴东明认为讲，光复新村创下袂少城市规划头名，嘛去互市府来做是文化景观，希望会当成立故事馆，强化文化意义甲定位。另外，伫台南的湾里地区，街头巷尾四界拢充满历史的气味。最近喜树甲湾里地区有部分的所在，互划做是历史街区。文书团体嘛表示乐观其成。有一般民众进来住在我们这边的话，然后来参观我们街区的话，顺便带一下到我们的万年店，可能会更有卖点。深度的旅游一直都是台南大受欢迎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来推动。文书团体表示，这是台南第6个历史街区。不过欠缺民宿业，人客是较留袂住。透过这届规划，除了开放新的民宿会当申请设立，嘛会辅导目前的业者来转型，加强观光的深度甲潜力。
记者综合报道。李梅树纪念馆2022梅树过展览，以时代风景做主题，经180早期画家所画作品，全部是台湾风景，要带民众行一段时空的路程。 1866年，英国学者郭林武来台湾佚佗所画的淡水观音山，也有孤山岛、淡水古里的人物像等等。另外，1917年，日本太平洋美术学校校长石川英治画的台南观地标，57年後，伊的學生楊澤華也用野獸派風格畫出觀地標。同一個山，同一個所在，畫出來方法會感覺無同款，會當來欣賞每一個畫作家伊看的標準，甲伊所畫的物件的氣味甲氣氛上。 就不一样了。除了郭林武甲石川英治，也有英国军医克里、日本籍画家南薰泽、台湾画家杨三郎、陈英生、陈清芬、李梅树等人的作品。李梅树纪念馆表示，这作品唔但是画家的记录，也是台湾风土民情、时代变化的展现。看过去，这个画家用画笔的风景，来就看到这个土地水伫多时啊。 用一个旅游的方式来做一个见学之旅。今年是梅树季第11年举办，登记为现主时开始到6月初5，每一个周末拢有讲座。李景文希望透过梅树季活动，延续李梅树画家的精神，让美学伫生活中探紧。记者杨淑静、谢桂林新北市报道。 讲到北港朝天宫的庄基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云林县政府最近甲因订立做县定民俗，要来做伙保存一个文化资产。千里眼顺风耳镜头前为妈祖来开路，千顺将军是妈祖堡重要的部将，也有人讲是金睛将军、水晶将军。传说原本是桃花山作乱的妖怪，后来受到妈祖的感化，修复做定前的护驾。对妈祖信仰来讲，相当的重要。 尤其在北港的信徒，又更加号做千里眼行宫。这3日中的全是先人好落来庄严仪式，有诶威严，有诶迄落安尼。即摆咱忠义团的历史，毋是讲建在，是咱北港朝天宫妈祖庙的下历。妈祖庙若行到倒位，将军爱得到倒位。 上早会当对清朝开始，对到地条村事件，北港庄仪团是处庄严仪式的意思，传承到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除了担任妈祖绕境的开路将军，佮负责神像、神衣的制作，各种仪式登神规，包括骑旗、出巡、入庙、看将的旗卡等等。同治元年代潮村事件，然后。 就是阮的叫更跳起来写哩讲要做2支大旗，金睛将军、水晶大将军，力无妙成啊，插伫我的庙埕吼。结果迄暗嘛吼要战乱的时阵，结果无拍入来吼，就掠着2个俘虏，甲严刑逼供。因才会讲吼，阮就看到迄个将军的旗后壁吼，防有神兵，军容壮盛，所以阮唔敢拍入来，唔敢战争。从此以后，阮拢举迄2支旗去战争。到即马为止，因这廖警吼，嘛共款举迄2支将军旗去咧廖警。 庙方表示，目前北港庄仪团传承到今，伫全国已经有40个分灵。这届千里眼行宫文化受到县府的肯定，登记做无形文化资产，对文字的保留是大大的帮助。嘛期待后这项民俗文化会当万年久管。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布袋戏团三麦堂，即马当咧埔子水道头文创聚落举办着电影布袋戏红爱展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 拉长，我讲一次哦，渐渐，二人风上一场无可能胜利的决斗。配音的老师教念拷贝爱加重的所在，用红字标出来，后来工作坊的民众知影布袋戏配音的美感。世界所有国家，单下台湾的这个戏剧，这个布袋的这个拷贝是为一个人为省大情外跳所以来。 就是来一个人来完成啦，借重这样子的布袋戏的戏曲啊，去了解这样子很美的传统的台语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三麦堂为5月初6开始，一直到6月26，伫埔子水道头文创聚落举办电影《红仔》的展览，逐礼拜还有免费的课程，要互民众会当为头到尾来了解布袋戏电影所有的工课。
在每个周末就会有举办像口白啊、超偶啊、拍摄技术啊、现场拍摄，还有搭台、布景、后制这么多的这个教学，让大家免费来参加。除了电影红仔的展览，三脉堂嘛公开放送《柔情似水》后半集的电影画面。三脉堂表示，开2档的时间总算完成电影的结局。暗算5月28日，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公开放送，希望予嘉义布袋戏文化民众会当看到因努力的成果。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伫咧婚礼的轮辈，最近举办一个新住民做越南传统服饰课程，唔但互新住民学到做衫技术，也互这新住民消透因想做的心情。一个人伫教室内底无闲，有人咧酿春笑，有人咧车衫，因拢是越南的新住民。当咧做上会当代表因故乡文化的传统服装熬夜。特色那个是去庙拜拜啊，一样要穿那个我们。越南的女性因过出国接待人客，拢会穿熬夜。对时代演变，即阵伫咧较重要的场合，亲像是结婚、庆典才会穿。有新住民讲，伊家己本地就对做衫有兴趣，毋过无机会学。即马有课堂上，佫会当做家乡的传统服装，学甲真欢喜。其实我很喜欢做衣服，但是没有机会去学习的，很困难，是要很技巧的。夏天想要凉一点，我们就用那个圆形的领子。我们可以来自己学习，自己用手做，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穿。新住民伫台湾生偌久，有当时嘛会思念故乡。即阵来学校学做衫，毋但是咧学习，佫较互因有机会熟悉共故乡的姊妹仔伴。大家做伙嘻嘻哈哈，都亲像回到故乡同款。我们来这边啊，是不是有很多越南姐妹啊、印尼姐妹啊？我们来这边就好像来自己的故乡。那我们将新住民的文化，包括地图啦，还有它的一个人物啦，还有风景啦。那把它融入到服装里面去，那让我们台湾的人能够更多对新住民的认识。举办文化教育课程的婚礼轮辈国小表示，越南传统服装熬夜的制作课程，除了希望让新住民感受到故乡的温暖，未来卖办活动，让新住民穿因做的衫，伫咧社区内底服务，让台湾在地乡亲认捌越南的文化，欣赏无共族群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有林互人叫做是地球的戏，不过伫咧地中海有一种大洋海参草，这款食物咧会当吸收利用化碳，也能力平污染更较强。不过受到这污染的影响，也强要出现生存的危机了。为西班牙塞浦路斯甲北非突尼西亚之间的地中海底，大量海参草化作一大片绿色草埔。大量海洋生物伫遮生态，丰富的多样性，气化烟花气平。更较重要是，大洋海参草可能大量吸收多纯二氧化碳释出脏素，能保护生态，减缓气候变迁，得到地中海之鱼的美名。科学家指出，水下海草层吸收的氮碳是陆上侵入的3倍，因为寿命长，能继续储存固碳1000年万年，是珍贵环境资产。突尼西亚海峡水底大洋海参草有1万平方公里，是北非上大。全国主要经济来源拢甲伊有关系，除了上直接的受惠的渔业以外，也有饲活6成人口，占全国 GDP 14%的观光经济。因为冲上花的海草甲沙掺做伙，成做天然保花，能阻挡美丽海岸线被侵蚀，光合作用中和生成，互海水水质清气美好，将长期吸引观光客。不过，因为开发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高破坏性的海底拖网掠鱼、甲旅游船的船锚，甚至海水暖化，拢对海草层造成严重威胁。海洋生物失去栖地保护，渔民怨叹收获只剩15年前的1/3。كنا نصطادوا فيهم هنا كما قلت 100 متر وكل شيء، توا تبدلوا معناها نقصوا خاصة البوزيدونيا في القصير، معناها في القصير هنا كل مشات على روحها البوزيدونيا في القصير، مازالت شوية الفوق مع ذي قوريا، معناها فهمت الفوق شوية فهمت ولا معناها تضر البحر ما كان.
大洋海参草虽然长寿，毋过成长速度慢，每年无到5公分，因为破坏速度比再生较悬。突尼西亚海草层已经减少一半。西班牙马约卡岛甲福门特拉岛之间的海堡，虽然10年前列为世界遗产，依然都未过破坏命运。政府当局保护护育措施要赶紧，才避免更较大环境灾难。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